請全體肅立。你喺嗰度拉住個雙臂。始終有記憶那年那夕，曾經痛惜，年月裏轉化為力，一點真理，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悠悠長長繼續前行，不到去驚怕，驚通通擲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中嘅人群，雖不說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佢呢個係手上嘅蠟燭，代表我哋冇忘記。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識，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如此訊息，迎賴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勁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悠悠長長繼續前行，不到去驚怕，驚通通擲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中嘅人群，雖不說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我記得，喜悅旅程，愛超船，眾多烈士，有請到現場，願你能認出，六四是淚光。
平反89民運，平反89民運，釋放民運人士，釋放民運人士，追究屠城責任，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平反六四，還政於民，還政於民，平反六四，平反六四，還政於民，還政於民，平反六四，平反六四，還政於民，還政於民。各位，我哋一共6個足球場，全部爆滿。佢哋集會現在開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今天不讲共产党的好，我认为是不可行。我们就很难保证剩下的几千人不离开。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危险。戒严部队、公安干部和武警部队有人才是夜夜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朱军人赵旭者负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现代化看来不再遥远，新世纪已经开始。但是仍然有人活在阴霾中，他们怀着失去亲人的伤痛，冒着被政权打压的危险，努力地追求真相，希望正义最终可以得到伸张。这群死难者家属
长期忍受骚扰、监视，生活困难，心灵痛苦，仍坚持争取6·4事件得到公正解决。叫王楠，在1989年6月4号的凌晨1点多钟，被戒严部队枪杀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边人大会堂的南面南长街南口。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中学生。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15年了，我们希望政府能跟我们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反对暴力，但是我们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坚持到底。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伸冤，为所有的死难者伸冤，一定要把这个正义的事情进行到底。这10多年来，争取公义的路程，令这群死难者家属渐渐团结起来，组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成为一股代表着良知、公义、面对强权不畏缩的力量。他们共提出了5点要求：一、死难者家属有权公开悼念6·4屠杀中死亡的亲人；二、死难者家属及伤残者有权接受各界人道捐助；三、停止迫害6·4屠杀伤残者及死难者家属；四、释放所有因8·9民运被捕而现人在押的政治犯。5. 政府调查并公开6·4真相，追究屠杀责任。子彈射穿胸膛而死。葉偉學19歲，中學生，海軍總醫院第1號無名屍體。右肩、右胸同埋後腦中彈身亡。董曉君19歲，大學生，喺天安門廣場撤出嘅學生隊伍嘅裏面，喺最後被坦克壓死，屍體被剪碎。蕭傑19歲，大學生，崩堂而死。黃培文21歲。大學生，天安門廣場撤出嘅學生隊伍排最頭，被坦克壓死，屍體被剪碎。鐘慶21歲，大學生，被打甩咗半邊面，喺佢嘅衣袋嘅鎖匙裏面先至能夠辨明佢嘅身份。錢輝21歲，大學生，被坦克擊破膀胱同大腿動脈，仲喺度講睇住啊，血流100米而死。吳國峰22歲，大學生，獨子，四川某個偏遠嘅縣份嘅唯一嘅大學生，死後火化，父母領回骨灰。田道文22歲，大學生，家境清貧，啱啱做完畢業論文，俾坦克剪死。請全體同胞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我哋向烈士們致鐵降臨我們當中，降臨在這一片哀悼和致敬凝結成的燭光的海洋裏。我們要告訴你們，去年揭發沙士疫情嘅英雄蔣彥永醫生，喺今年2月24日上書，
要求為六四事件證明。在信裏，他記述了你們被屠殺的血淋淋的目擊事實。他表達了全國上上下下必須平反六四事實的訴求。他給你們的遺屬以無限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心聲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和強烈的反應。我們要告訴你們，在丁子霖教授的帶領下，你們的遺屬所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仍然繼續為超説你們的沉冤，在堅強地奮鬥。他們得到所有慈母的同情，越來越受到更多人的尊敬和支持。什麼？有冇搞錯？做乜要去維園咁傻？為什麼？有冇搞錯？做乜要去維園咁傻？香港變咗個大水池。
揸住架的士，狂風暴雨好似落狗屎，唉，即刻收工，咪延遲。今日難得老公喺屋企，我要挨住佢黐一黐，開電視機，咪延遲。點知一開機，睇到你憑呢個，學神話北邊學生係動亂，當全世界全中國全香港嘅人係白痴。張文光上咗電視，話叫人去維園咪延遲。疾呼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要試一試。我架的士都冇保險，屋企仲有個細路女，搏埋條命有乜意義？我唔會。我哋唔會去維園，咁冇意義。大家睇到你行呢個。係動亂，當全世界全中國全香港嘅人係白痴。大家睇到電視上嘅呼籲，話北京學生係愛國，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要試一試。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維園，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要試一試。我要去，你要湊女，我都要去，個女送佢去阿媽度。為了什麼？為了什麼？為了什麼？唔俾我去咁傻？為了什麼？將我更低？為了什麼？留低我一個？8號風球，橫風橫雨，為了什麼？香港人個個咁傻，為了什麼？為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去咁傻，去邊啊？去示威啊？係啊，去示威啊？我唔想去喎。
今日係大日子，今日係大日子，今日去示威，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盡中國人的心意。為何要示威？我要學彈琴。為何要示威？要考試。為何當年要將脾氣洗？為何當年我咁幼稚，錯過歷史？偉大時刻，今日追悔恨切。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支持北京學生運動。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支持北京學生運動。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歷史創造了香港人，香港人創造了歷史，歷史創造了香港人，香港人創造了歷史。北望神州，明月幾時有？多少中國人的夢，民主路不能前，民主路不能前。為何要示威？我要學彈琴。為何要示威？就嚟要考試。為何當年要將脾氣洗？為何當年我咁幼稚，錯過歷史？偉大時刻，今日追悔恨切。歷史創造了香港人，香港人創造了
邊個話的士佬啊唔理23條啊？邊個話家庭主婦唔理政治？今日我哋一齊手拖手，掛個臂章，着件 T 恤，綁條頭帶，掛條大毛巾，做糾察。笑啊！有尾，你幾時翻嚟香港㗎？我啱啱翻嚟香港，我即刻揾你哋啦！唉，諗住一齊嚟遊行示威嘛。咦，你仲係糾察添啊？係啊！為乜要嚟維園？小姐，我問嘅問題只有一題，係咪麻木跟人嚟？小姐，你究竟係咪人民應運㗎？你知唔知乜嘢叫路23條？你真係令我覺得好好笑，我個女唔識答你嗰一條。阿妹佢唔係唔識答，不過要慢慢答至夠 feel。咁得啦，我哋點解要嚟示威？大家話咧？去示威，反映意見，只因董建華真係無理，保皇頭嘅以身作態，去走演繹，你民意有鬼叫。我知道點解我要嚟維園。踏上牽離絲道，10里揚長。15年前我冇珍惜機會，今日一定追回夢想。我要接過。我好想重圓15年來夢想，我好想面對強權不怕刀槍，即使剛剛離開香港，即刻趕返嚟唔會失場。我點可以離維園？我點可以離維園？我點可以唔同爸爸媽媽一齊上？各位市民。
我都知道大家等咗幾個鐘頭。我哋遊行隊伍嘅隊頭已經去到政府總部，但到目前為止，我哋仲未計算到幾多市民參加。為了什麼？有冇搞錯？做乜要去維園咁傻？為了什麼？有冇搞錯？做乜要去維園咁傻？答案就在每一個人。情懷對六四呢一班嘅戰士去獻上我哋嘅心聲，我哋只係懂得用我哋嘅歌聲，用我哋嘅創作。喺你哋嘅場刊裏邊有我哋寫嘅歌《自由嘅夢》，我哋只係希望將呢一個夢繼續嘅延伸。雖然今日好多人為我哋犧牲咗，但係呢個夢係唔會停嘅。我哋會繼續嘅為自由、為民主，繼續嘅去將呢一個嘅理想去延伸開去。遙望着遠山。風吹過，搖動夢中
要扶我。那一些是火星的呼喊，那一天在草地裏奔跑，風吹過，搖動夢中的歌，百萬人期待，讓勇敢。那一些是火星的呼喊，那一天在草地裏奔跑，風吹過，搖動夢中的歌，百萬人期待，讓勇敢遙望着。揮手，一人對手，夢想尋獲自由，我的自由，你的自由，不曾自由係俾我哋有盼望。向前望，俾我哋唔怕，會為生，我唱最後一次。那一些是火星的呼喊，那一天在草地裏奔跑，風吹過，搖動夢中的歌。驕傲，我哋感覺開心，因為我哋見到越來越多嘅年輕朋友參與呢一個活動。頭先有兩批年輕朋友為我哋表演，佢哋係表達佢心裏面對六四嘅感覺及對中國嘅盼望。我哋最需要嘅就係呢一班人，支聯會最重視嘅就係年輕人。我哋必須要薪火相傳，代代接棒。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多謝為我哋演出嘅朋友，多謝呢班年輕朋友，好唔好？多謝晒，多謝你哋。姐妹們，今年是6四15週年，你們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我雖然不能前來參加你們的活動，但我的心是同大家連在一起的。
你们没有忘记1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没有忘记在那场屠杀中被杀害的同胞们。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做到的。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60死难者的母亲，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员，心情很激动，也感到很大的宽慰。前不久，我与张先林、黄金平女士遭到中国安全当局的无理羁押，香港各界同胞发起抗议示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我们3人。这是我们在获释以后才知道的。在此，我仅代表张、黄2位难友，并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与香港同胞唇齿相依，命运相关。在以往的岁月里，你们始终不渝地为60受难者伸张正义，年复一年地为60死难者举行烛光追悼晚会，这完全是出于同胞手足之间的情谊。多年以来，我和我的难友们都十分珍惜这份深厚的情谊。这次我被羁押期间，有关当局曾多次要我与香港方面隔断联系。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香港有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也都同样是中国人。这15年来，我们同样以同胞手足之情谊，密切关注着香港地区的前途与命运。自97回归以来，我们眼看着香港自由一天一天被侵蚀，港人的民主诉求日甚一日遭打压。如今，港人治港的承诺已变成了一句空话，各方治港的枷锁正越来越紧地套到香港同胞的身上。我们对此深感忧虑，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事态的继续恶化。多少年来，血和泪的洗礼，使我们深深懂得了人的自由之可贵。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一切；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自由，也就被剥夺了一切。多少年来的艰苦抗争，更使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自由与奴役，民主与独裁，形同冰炭，实难相容。事实说明，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央政府绝对容不了一个自由民主的香港。因此，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早日实现民主。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不仅是大陆人民之福祉，同样也是香港人民之福祉。因此，无论是大陆同胞还是香港同胞，都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努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携起手来。我们期待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在东方崛起，那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让我们记住那些在60惨案中被杀害的同胞吧，他们已经离开我们15年了。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今天纪念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记住当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发出的呼声，记住他们当年曾为之献身的天安门理想。丁子霖，2004年6月3日。我哋係一班由香港嘅宗教同埋人權團體組成嘅組織，我哋係希望可以支持到天安門母親佢哋呢一啲正義嘅訴求。我哋透過教育同埋遊說嘅工作，希望可以係達到政府唔會再去逃避佢哋嘅責任。Difference, we're Tamil Mothers Campaign, a solidarity group that acts in support of the demands of the Tamil mothers. We hope to achieve a world without impunity by education and lobbying. 喺今年
有一位朋友金佩慧，佢為咗呢一班天安門母親寫咗首歌，叫做《天安門母親的呼喚》。This year, a friend, Marianne Kay, has written a song for these Tamil mothers, the appeals of the Tamil mothers. 強權壓不了悲傷，悲傷可轉化力量，力量源自於真相，真相越戰越強。15年之前，有一班年輕嘅朋友，佢哋為咗佢哋嘅理想，最終佢哋賠上咗佢哋嘅性命。佢哋嘅親人喺悲痛當中站咗起嚟，佢哋嘅親人亦都喺佢哋親人倒下嘅地方企咗起身。意外勇敢去繼續抗爭，盡力別忘掉痛的怒憤，要為無言逝者討得公允，叫喚人民無懼像這母親。喺呢15年以嚟，呢一班天安門母親，佢哋沿住一絲一縷嘅線索去尋找死亡，去記錄死亡，直到而家，佢哋已經記錄咗182位死難者同埋失蹤者嘅名單。呢一啲嘅名單正係有力嘅證據，去拆穿政府嘅謊言。因為政府去講天安門廣場上邊冇死過一個人。但係喺丁子霖佢哋呢一班天安門母親所記錄嘅名單入邊，最少有3位係死於天安門廣場。呢一班天安門母親，佢哋自從1999年開始，佢哋每年都去信俾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立案偵查6·4事件嘅真相。佢哋要求將應該負刑事責任嘅人繩之於法，但係咁多年以嚟，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呢一班天安門母親佢哋合法嘅呢啲嘅控訴不聞不問，而呢一班天安門母親佢哋正義嘅行為，正正係成為咗政府嘅眼中釘。佢哋每一日都面對住監控，佢哋嘅電話經常係被竊聽，佢哋對外嘅聯絡亦都係被監視，每一日生活喺監控嘅陰影當中。而喺今年，政府為咗阻止呢一班天安門母親，佢哋再次係遞交控訴書俾最高人民檢察院。由今年嘅5月25號開始，將其中嘅3位天安門母親，包括丁子霖、張先玲、尹文，軟禁喺屋企入邊，直到而家都唔俾佢哋同外界嘅有聯繫。公義是每顆良心的指引，堅決立地頂天，不會是獨我一人。天安門母親，佢哋喺咁困難嘅情況底下，都咁勇敢咁樣企咗出嚟，去尋求公義，說出真相。我哋喺香港，我哋有冇諗過，我哋會做啲乜嘢嘢呢？ These Tamil mothers, they have been bravely stand up and seek for truth and justice and redress. And what could we do in Hong Kong? 強權壓不了悲傷，悲傷可
盡力別忘掉痛的部分，要為無言逝者討得公允，要活人民無懼像這母親，公義是會可良心的指引，堅決立地頂天不會是獨我一人。堅決立地頂天，不會是獨我一人。各位亲爱的香港同胞，以及有机会到香港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内地的同胞，首先我代表当年参与过六四的广大学生，谢谢各位来这里参加纪念活动。六四到现在已经整整15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觉得六四非但没有被人淡忘，相反的，它在中国历史中可能起的作用的分量是越来越重的。那每年的这个日子，就我个人来讲，都更希望有机会能够到香港来，到维园来，跟大家一起参加纪念活动，因为我觉得在最近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历史中，香港越来越扮演着一个中国的良心的角色。尤其是7·1大游行，使我们在海外的华人都感到备受的鼓舞和钦佩。那未来9月份的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我们同样期待说，香港人能够团结一致，用强大的民意来展现香港人追求民主、捍卫自由的决心。那我想，六四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民主是靠自己争取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展现民意，才能够迫使当政者放弃更多的既有的利益，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这样的保障。各位，我觉得中国越强大，那么香港的自由才能越有保障。那么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他的幸福、他的荣誉才能更有保障。同时，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民主制度做支撑的制度，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我们是支持平反六四，支持推进政治民主化。相反，如果反对民主化进程的人，他们是不配成为爱国者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个人对国家的期待，把我们个人对死难者的悼念结合在一起，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坚持下去。谢谢大家。黃君彤被視為幕後黑手，係我哋第一次播映佢嘅錄影帶。請睇黃君彤佢心裏面嘅説話。朋友們，你們好，我叫王軍濤，1989年參加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被中國政府通緝。1991年因顛覆政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在我在監獄裡最困難的時間中，我得到了香港人民的支持。由於香港人民的支持，由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努力，我能夠在1994年結束牢獄生活，來到美國。我知道此時此刻，我可以站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對你們講話，是因為你們的努力。我還知道年年你們都在香港紀念6·4，真的我很激動。我想香港人民從15年前開始，年年為追還15年前在中國大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失去的正義，這樣的做一定會有結果的。今天雖然我站在了自由的土地上，但是中國大陸還有許多的人因為6·4失去了正義，還沒有討還回來。那麼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的運動，還在為那些死難者和他們的親屬討還公道而努力。我希望他們能得到香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還有在全世界各地有許多因為6·4有國有家不能歸的人在流亡，那麼我也希望他們能繼續得到香港人民的支持。今天你們又在紀念6·4，我不能夠到香港去，我感到很遺憾。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夠在香港與你們一道紀念6·4，但是那個時候我相信中國大陸已經民主化，在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會跟香港人民一樣，有一個可靠、安全、民主、自由的政體，能像世界上其他的發達國家和
民族一样享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那个时候，我希望能连香港人民一道在香港、在北京公祭6·4死難者。謝謝大家。良心未泯嘅同道人，大家好，我係支聯會青年組嘅秘書長趙恩來。15年前嘅今日，我仍然係一個志氣未脱嘅細蚊仔，但係我今生今世都唔會忘記喺1989年6月4號喺北京所發生嘅一切。嗰一幕又一幕，由血與淚所撰寫而成嘅歷史，我仍然歷歷在目。每當我回顧呢一段血染嘅歷史，每當我再一次睇錄影帶，睇到手無寸鐵嘅人民嘅眼中嘅無助，每一次回顧佢哋嗰個天真嘅理想，我都不禁感到無奈同埋悲痛。所以，我哋一班志同道合嘅年青人，組織咗支聯會青年組，希望集合我哋微小嘅力量，追求一個簡單嘅理想。平反89民運，我哋深信，只要能夠堅持落去，唔向強權屈服，我哋終有一日可以喺天安門廣場上面點樣我哋手上面燭光，係咪啊？支聯會青年組希望有志為中國民主奮鬥嘅年青人喺今日之後，企到我哋支聯會青年組嘅旗幟之下，為中華民族嘅未來盡一點嘅綿力。支聯會青年組現在呼籲各位15至25歲嘅年青人加入支聯會青年組，你哋可以填妥場刊上面嘅入組登記表格，喺集會結束之後，去到大家嘅左手邊嘅秘書處交翻你哋嘅表格，為中國民主嘅理想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多謝各位。大學生係社會嘅良心，對於6·4有佢嘅睇法。我哋現在請學聯嘅代表冼家駒同學。各位市民，我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嘅同學。89民運、6·4屠城喺我哋心中帶嚟嘅震撼，喺15年後嘅今日並未消磨。無疑，中共當局喺6·4屠城當中嘅冷血暴行，係令到我哋感到發指、憤怒。而同時，我哋更加係記得，當年有一班學生、有一班市民，為咗民主、自由、社會嘅公義，係敢於行出嚟去表達佢哋嘅聲音。我哋認為，當年中共當局嘅行為係絕對不能原諒。我哋依家除咗要悼念當時嘅死難者，必須要求平反6·4之外，我哋更加要係承繼當年學生同市民爭取社會公義嘅精神。作為一個學生，我覺得我哋係責無旁貸，必須要對呢個社會作出承擔。喺今日嘅香港，市民面對住嘅係一個不民主嘅政制，市民要解決呢個問題，實在係必須要行出嚟，承繼住89民運，追求社會公義嘅精神，親身去爭取落去。而我哋學聯係唔會放棄爭取民主嘅呢份決心。嚟緊喺6月，我哋學聯將會發動一個全港性嘅簽名運動，希望各位市民支持。
最後，我希望各位市民同我跟住嗌一啲口號：平反八九民運，民主永不放棄，建設民主祖國，還我普選權利。多個位。請民間人權陣線嘅代表為我哋講幾句説話。各位市民，你哋好。首先，多謝大會咧係俾機會民間人權陣線嘅召集人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我哋對六四同埋七一嘅感想以及反省。回想15年前嘅六四到去年嘅七一，我哋認為呢兩個歷史嘅符號唔單止成為中國以及香港人民嘅集體記憶，更加成為我哋延續人民力量邁向自由、民主、公義社會嘅啟蒙同埋動力嘅源頭。對我哋嚟講，六四同埋七一係有3點共同嘅意義嘅。首先，六四嘅記憶揭示咗中國當權者冷血同埋暴力嘅本性，為咗統治階層嘅利益，不惜以威嚇同埋血腥嘅手段去鎮壓異見嘅聲音，屠殺人民嘅性命，同埋掩蓋事實嘅真相。六四嘅時候，當權者話穩定壓倒一切；七一之後，當權者話穩定比乜嘢都重要。咁唔通穩定比人命更加緊要，因此可以隱瞞疫情？又唔通穩定比人權重要，因此可以專橫咁樣否決普選呢？咁樣嘅穩定只係當權者嘅穩定，而唔係社會真正嘅穩定。第二，當年89嘅民運代表住中國人民力量嘅覺醒。當年中國嘅人民以佢哋實際勇敢無私嘅行動，去到顯示出人民對公義社會嘅熱切嘅追求。去年嘅7月1號，數十萬嘅香港人抱住對自由、民主、人權、公義嘅堅持嘅愛國民主運動，俾坦克車、俾機關槍鎮壓咗落去。15年後嘅今日，喺香港呢個屬於中國嘅地方，我哋延續着15年前嘅夢。第3點係六四精神。15年前，祖國嘅人民要求反貪污、反官倒，爭取民主自由。六四同胞嘅鮮血並冇白流，